定美丽小姐讲，我实在无力气。我在问伊要去倒位，颠倒对我发脾气。三年车夫听我讲话，我要倒位就倒位，人因岁数都嘛把你，你甲我讲无愿意。三年车顶美丽小姐讲，我实在太容易。三年不是火车飞机，叫我怎样送伊去？三年车夫听我怨话，我讲彼边伊脾气，若有顺气都嘛可以，通搁再倒位。阿姐，你是咧看什么？无啦无啦，我是看咧生得水阁高嘴啦。你看这不输鬼。三年车顶美丽小姐，青春查甫的年纪，要人笑容遥遥高嘴，人人都会欢喜你。三年车夫英俊风度，又搁老实有正义，年轻有为，强壮体面，标准高度好人三年车顶美丽小姐，有缘千里来相见，像你这款青春美丽，人人都